大家好，我係蔡依薇。大家好，我係嘉妮。客家新樂園節目，見到見精彩，見到見好看哦。係啊，節目底部呢又唱到大家最中意嘅客家歌手，有彭正飛、鍾國珍、劉秀薇，我嚟演唱一個最厲害嘅客家歌曲。還有啊，創作比賽出來嘅新秀劉傑凡、齊千順，還有邱麗麗咧，我帶來一個新嘅作品。另外啊，舞台戲劇出身嘅風水上啊，咪會帶來佢感動人嘅歌曲呢。還有咧，你終於好看嘅客家台嘅主角啊，又會送一啲節目咧，最新編嘅客家戲劇。故所以啊，當禮拜四暗晡頭叫聽嘛，唔好記得一定要準時收看有愛還有依薇歌曲下主持嘅客家新樂園 Hot Music。